咁喺2025年嘅12月啦，咁我就嚟分析咗自己嘅強項、弱項嘅機會同埋劣勢。我就通過咗呢個 SWOT 嚟分析自己嘅優勢啦，同埋待提升嘅事項啦。咁我嘅優勢就係我有包容啦，同埋理解良好嘅情緒管理能力啦，同埋遇到唔明嘅地方呢，我會主動去問啦。我嘅需要改善嘅嘢呢，就係我嘅時間管理能力比較弱啦，咁好容易分心啦，特別係喺呢啲遊戲啊、喺視頻上面啦。咁我嘅劣勢就係我花咗太多嘅時間喺度玩唔知遊戲啦。咁我嘅機會就係將玩手機遊戲嘅時間呢嚟提升自己，例如練下點樣講故事啦，跟住網上嘅視頻嚟製作教具啦。